新闻一开始，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4月初3，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了后，大大小小地震尾累计到达是已经超过1500间。昨天暗时10点27分的时阵，花莲是阁发生瑞士规模5.4的地震，最大的震度是4级，全台湾是拢感受会到。哇，好大好大！坐一个厝外咖啡厅的人客，啉到一半，乃感觉肚啊伊一直摇。昨晚10点27，台湾发生规模5.4的地震。本来要开启的花莲大桥的车也赶紧抹过，还有人厝内饲的狗感觉无声着吠袂停。民众厝内监视器也又较强要落来。这边地震的深度17公里，震央伫咧花莲县政府南平18.3公里，上大震度花莲县南投县4级。台中市宜兰县、台东县、云林县、甲嘉义县是3级。它左右吧，啊，很大，很有感的，对。伫咧花莲市区中正路这间麦当劳，因为这边的地震门拢震甲歪去，关袂起来，人客惊甲赶紧走到厝外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红绿灯很摇，那个门好像是有故障，大家都冲出来。大家冲出来，哦，而且很恐怖，那个声音很大，很大声，有东西在撞的声音。花莲七报中心研判，这边地震也是控诉控山花莲地震的地震尾，对主震发生到即马，能量慢慢伫咧释放，一直到23暗11点，总共已经有1557遍地震尾。伫最近花莲的土石较松动，建议民众尽量莫去山区活动，较袂去拄到土石流或者是崩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